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好味道好味道 Maze Delicious 嘅頻道。今次就去一間連鎖大型嘅粥麵店。最近呢間粥麵店就搞緊一啲半價嘅優惠。今次就係以24蚊有一碗鮮鯇魚腩鯪魚球粥。因為呢間連鎖大型粥麵店喺全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好多間分店，所以我就去咗其中一間分店度試下啦。呢間粥麵店嘅座椅設計都係一般連鎖快餐店嘅設計，地方都算乾淨，亦都夠晒光猛。講咗咁耐，梗係要講返今次半價嘅優惠先啦。呢間粥麵店連續4個星期，逢星期1至3都搞緊半價嘅優惠。4月6號至4月8號就以24蚊可以食到鮮鯇魚腩鯪魚球粥。4月13號至4月15號就可以以21蚊食到柱侯牛肚拼雲吞河。4月20號至4月22號就可以以21個半食到爽滑豬潤粥。而最後一個星期，即係4月27號至4月29號，就可以以半價，即係20蚊食到潮式魚蛋魚腐河。呢個半價優惠都係上午11點之後先至供應。除咗呢啲優惠之外，原來呢度午市都有早鳥優惠。上午11點至到中午12點呢一個鐘內，只要惠顧正價嘅食品，都可以有9折嘅優惠啊！咁講返今次嘅主角，24蚊鮮鯇魚腩鯪魚球粥啦。原來除咗碗粥之外，都可以加配其他食品㗎，例如加3蚊可以有半條油炸鬼，加9蚊可以加配一碟叉燒腸，或者齋腸，或者牛肉腸，或者櫻花蝦腸，亦都可以加9蚊加配一碟炒麵。呢個半價優惠係售完即止，所以我都提早啲過去試下。嗰個職員話呢個優惠係由上午11點至到晚上都有供應。我詢問嗰個售罄嘅狀況，職員話呢一間分店嘅供應好充足，到晚上都仲有呢一個優惠啊。咁所以因應唔同嘅分店都有可能有唔同嘅售罄狀況，咁大家就要注意下啦。講返呢碗鮮鯇魚腩鯪魚球粥好唔好食先？其實呢碗粥嘅份量都幾多啊，入面嘅料都唔少。鯇魚腩有2嚿，但係唔係嚿嚿魚腩都係咁靚。我嗰碗有一嚿魚腩係有碎骨嘅魚腩，而另一碗就係2嚿都係有碎骨嘅魚腩。如果靚嘅魚腩粥係一嚿大大嘅魚腩，嗰嚿魚腩係一條長骨，而唔係呢啲喺背有碎骨嘅魚腩。嗰啲靚嘅魚腩粥通常都要成50蚊碗㗎。咁講返呢碗粥啦，雖然啲魚腩冇人哋50蚊碗咁靚，但係呢度24蚊咋，而且佢個粥底真係幾靚，幾好食，夠晒麵啊。而鯪魚球都有3粒啊，差唔多1口1粒，唔係好大粒，但係鯪魚球好彈牙，而且調味都好好味啊。所以24蚊嚟講都幾抵食噶，而且又好食。至於加9蚊嘅呢個牛肉腸，望落都 OK 喎，味道唔錯，啲豉油都幾好食。腸粉唔會整得太厚身，一層一層，而且都好滑，而且每一啖都好明顯食到啲牛肉碎，都幾好食噶。而個炒麵都炒得唔錯，唔會太濕，亦都唔會太乾，而調味都幾好食，啱啱好，唔會太鹹，唔會太淡，份量都唔算少，大概有2碗。
我自己個人就比較中意牛肉腸多過炒麵啦。9蚊嚟講嘅話都可以接受啦。雖然今次呢個24蚊優惠只得3日，但每一個星期都有噶。錯過咗今個星期嘅鮮玩魚腩鯪魚球粥都唔使怕，下個星期就有牛肚雲吞河啦，都只係21蚊咋，望落都好似好正喎。我諗我下星期都會去食牛肚雲吞河，試下佢好唔好食啊嘛，或者都拍片俾大家睇下啦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今次就講到呢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，或者想得到更加多抵飲抵食、好玩好食，甚至乎中伏嘅資訊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分享開去，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。